针线穿梭休闲服上的大红花布格外醒目。学剧场设计的林世昌，时装设计也讲究效果，风格强烈。人的角色是鲜明的嘛，那当然我做的东西跟我的性格应该是比较相近的，是鲜明的这样。所以你平常就穿这样？对啊，我几乎都穿。你的裤子上也是对不对？裤子上也是啊，这是去年夏天的，所以它看起来旧旧的。喜欢大胆尝试，因为天生色弱，五彩缤纷的花色在他的眼里其实有色彩错觉。那这是什么颜色？它应该是绿色吧？那这个呢？灰色。所以你是真的有一些色彩是完全分不清楚的，但是你告诉我什么颜色，我就会那个颜色会渐渐的比较鲜明一点点。也回头寻找传统元素，对客家花布情有独钟。客家花布就会放在里面，我有时候觉得花布啊，它很明显，如果放在外面会更明显，那风格很强烈。但是当我把它收在里面的时候，它有不一样的感觉。两个好朋友5年打出品牌，在创意市集算是老字号有名气的前辈，却常常入不敷出。但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想要放弃这个？因为后来才发现，其实想做更多有关文化的东西。从选布、裁缝、销售，全部一手包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给铁路空业了，一辛苦哦。欢迎周芳秋后。我说这工作看起来很辛苦，他说做习惯了就好，就支撑你继续往前走。对。这种传统的哈达法布，大家过去说是阿婆在用的，但是两个年轻人现在提供了另外一种平台，透过创作，其实无非也是珍惜自己的血缘，珍惜自己的文化。也给条路看起来伊辛苦哦，唔會做慣超好。也給條路看起來伊辛苦哦，唔會做慣超好。